歡迎大家收聽復活週星期三嘅聖言日糧。今日嘅經課係選自路加福音第24章13至35節。同一天，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離耶路撒冷約有25里。他們彼此談論所發生的這一切事，正交談議論的時候，耶穌親自走近他們，和他們同行。可是他們的眼睛模糊了，沒認出他。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一邊走一邊談，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他們就站住，臉上帶着愁容。兩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唯一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裏發生了什麼事的人嗎？耶穌對他們說：什麼事呢？他們對他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個先知，在上帝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都大有能力。祭司長們和我們的官長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救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這些事發生到現在已經3天了。還有我們中間的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他們清早去了墳墓，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說他們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裏去，所發現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只是沒有看見他。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啊，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然後進入他的榮耀嗎？於是他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着自己的話，都給他們作了解釋。他們走近所要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走，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天快黑了，請你同我們住下吧。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坐下來和他們用餐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開了，這才認出他來。耶穌卻從他們眼前消失了。他們彼此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在我們裏面豈不是火熱的嗎？於是他們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看見11個使徒和與他們正在一起的人聚集在一處，說：主果然復活了，已經顯現給西門看了。於是兩個人把路上所遇到和耶穌擘餅的時候，怎麼被他們認出來的事，都述說了一遍。這是上主的道。心靈的眼睛。喺疫情，我哋外出都要戴上口罩。街上邊所見每個人嘅面貌就只係得鼻哥以上嘅眼睛、額頭同埋頭髮，所以喺街上邊，就算遇到似係面熟嘅人，好多時我哋都唔係太確定自己有冇認錯。不過，如果對方係自己非常熟悉、常見嘅人，應該係較容易去確定嘅。兩個喺耶路撒冷目睹咗耶穌被釘十字架嘅門徒，佢哋雖然曾經聽到婦女同埋幾位門徒講出空墳墓
以及耶穌復活嘅事。但喺耶穌復活呢件事上邊，佢哋嘅個人經歷同埋理性，卻係妨礙咗佢哋去接受其他人所講嘅，所以佢哋嘅眼睛模糊了。喺路上，雖然耶穌主動同佢哋同行，又講解聖經俾佢哋，但係佢哋仍然係一直認唔出耶穌嚟。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可能出現呢種嘅狀況，因為我哋自己嘅經驗同埋知識，以及主觀嘅意見同埋感受，都會影響住我哋對事物嘅理解同埋接收。所以面對理性層面嘅事，我哋要用理性嘅角度去明白。靈性層面嘅事，我哋必須要從靈性嘅角度，喺我哋心靈深處，就係嗰一度與上主聯繫嘅地方，用心去感受、聆聽同埋明辨。好幾年前喺香港曾經展出過一幅由意大利巴洛克風格嘅藝術家卡拉瓦喬嘅以馬忤斯的晚餐嘅畫，唔少嘅信徒佢哋都慕名去睇下嗰幅畫。嗰幅畫所描繪嘅正係耶穌喺呢個晚餐祝福餅嗰一刻。原來依據當時嘅習俗，耶穌佢拎起餅來祝福、擘開、遞給呢四個動作，係猶太人進餐嘅時候通常由嗰一家嘅主人所做嘅動作。不過如果席上係有拉比，即係老師嘅話，就會由拉比去做。耶穌喺用餐嘅時候咁樣做，除咗承認同埋顯示佢嘅拉比身份之外，佢嘅動作亦成為咗讓兩個門徒認出距離嘅禮儀動作。點解呢兩個門徒喺路上邊同耶穌一直傾談，都認唔出耶穌，卻喺呢一刻認得出呢？或者呢個就係因為耶穌復活呢件事，人係唔能夠單靠經驗、理性嚟到明白嘅。耶穌復活嘅身體同物質嘅肉體亦係有分別，所以要認出復活嘅耶穌，就需要屬靈嘅眼睛，即係要用心靈，而唔係用腦筋去明白。讓我哋有一段反思嘅時間。兩位門徒經歷耶穌所行嘅禮儀之後，眼睛開了。對於你嚟講，崇拜禮儀幫助你嘅心靈睇見耶穌嗎？你有冇曾經喺一啲人同埋事上邊遇見過耶穌，或者睇見耶穌嘅工作呢？係點樣嘅呢？喺呢啲屬靈嘅經歷，你曾否好似嗰兩位門徒一樣，有心裏火熱嘅感覺呢？你願意將呢份經歷同埋體會，讓其他人知道嗎？讓我哋同心祈禱。仁愛嘅主，求你開啟我哋心靈嘅眼睛，使我哋能夠喺生活之中時常睇到你嘅奇妙作為，並且願意將呢份經驗俾其他人知道，使更多人認識你。這都是靠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而求。
阿門。